兄弟，你把这口给拿出来呀！就是故意撞我呀！来，普威派出所处理，好吧？普威派出所处理，好吧？你想玩形式，你想玩。那个把他。我人家撞死我，我还要打这是第3次警告你了，给我走！走，我回去。来，松手！松手！跟我回派出所。那你们多人。走！来，你快车，快车，走！你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！控制住！尸检呢？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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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尸检？没有，你这是谁啊？没有。公安机关民警依法使用警械。走，公务机关安不是我们查的。走，行走。对方当时明显就是醉酒状态，他的朋友看似是在劝他，实际上就是想把他从现场带走。走。这里没贴，往前放。把那个喝酒的人带过来了，他那个是最开始的起因是怎么样？最开始起因是在处理他们那一起交通事故，然后我就等了很久，然后我就前面去看，去问一下，我说怎么堵在这里了？为什么不走？我不知道他们所发生的事故噻，我可能声音大了一点点咯。然后那2个上来就问你是谁，你在这里吼什么？然后还上来就吐痰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，2个人围着打我。从那个他们发生事故的那里，一直打到我到上车那里，我上车我就把门锁了，我就躲在车里面，急急忙忙上车的时候点了一下火，没踩离合器往前面冲了一下，就点了一下火，对，然后就车子往前面冲了一下，但是并没有撞他们，并没有撞他们，他就说我开车撞他，站在引擎盖上面跳啊，砸呀。人家这边打人了，把我车砸了，然后2个人打我1个人了。我问他为什么堵在这里，他就骂人了，喝了酒骂人，然后把我车砸了呀。打了我脑袋，打了我肩膀了，我没还手，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还手。你的车两边的车门、引擎盖挡风玻璃被他踹碎了。对，等他这边那个。不舒服就赶紧去医院好吧。